雲大鑊 Wyatt Willie 走咗，土撥鼠預報變絕響。Peter 嗌停，唔好再搵啲真鼠搞啦。各位安省嘅街坊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，每年2月2號土撥鼠日 Groundhog Day， 大家都要等嗰隻白雪雪嘅明星 Wyatt Willie 出嚟講兩句。點知今年3月20號就有新消息，我哋呢位氣象大師 Willie 早排去咗彩虹橋，正當 Wyatt 小鎮急急腳話要揾接班人嗰陣，動物權益組織 PETA 就衝出嚟嗌停話，咪住先，家陣都2026年啦，仲玩呢啲強迫土撥鼠返工嘅傳統，不如趁呢個機會正式宣布活體預報收山啊！到底隻鼠係點樣預測嘅呢？其實土撥鼠預測天氣唔係靠睇衛星雲圖，而係靠佢嗰條黑白影。是咁的，如果嗰日天朗氣清 ，Willie 一出動就見到自己個影，佢就會驚到縮翻入去繼續冬眠，咁就代表仲有6個星期寒冬呀，大家件羽絨可以繼續着。如果嗰日陰天 ，Willie 出到嚟見唔到自己個影，佢就會覺得好超，好淡定咁留喺出面，咁就代表春天好快到啦，大家可以準備收埋啲鏟雪架餐。講真，呢種生物預測準唔準就見仁見智啦。有數據話準確率其實得40%左右，仲衰過宅公字。但勝在大家中意睇佢嗰副傻樣嘛。睇下 Peter 提出咗啲咩神建議。Peter 話土撥鼠本來應該喺地底舒舒服服咁冬眠，你每年2月夾硬拉佢出嚟見傳媒，對住閃光燈，簡直係鼠生噩夢。佢哋建議 Wyatt 鎮政府不如轉型。例如用 3D 全息影像 hologram， 想要幾多隻 Willie 都有，仲可以加特效添。又或者用機械土撥鼠，只要有電，佢想預報到2099年都得。山街坊點睇呢？有啲老友記就覺得傳統嚟嘛，冇咗隻真鼠，個氣氛都唔同晒啦。但係亦有後生一輩覺得，其實又係猴，年年睇住隻鼠驚驚青青咁都幾慘，不如整隻型啲嘅 AI Willie， 可能預報得仲準呢。山而家鎮政府都幾頭大，一邊係傳承咗70年嘅傳統，一邊係與時並進嘅動物保護意識。究竟出年我哋睇到嘅係一隻識食生菜嘅真 Willie， 定係一隻要插電投影出嚟嘅矮 Willie？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係非常一般707，下次見。